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同大家讲下世界杯材料嘅系音乐家王赛恩，欢迎喜恩。你好，你好。先前啊，如系不时会睇新闻报道，就会看到，因为唔过会得奖嘛。该头摆事情啊。系而家都像啊，如讲嗰種嘅將會唔參加金曲獎，用拿過睇到獎嘅，更加都暗示嘅啦，嗬，已經拿過。唔過嚟講，我如果到有樣後輩嘅故事啊，都好見本嘅了解機會，都可以現場嗬來問，因為對我非常嘅好奇，因為一開始做那樣事以前，係咪做過許多嘅投入，冇咁樣嘅投入？其實只有做過大概一兩個工作，第一份工作大概做2個禮拜，但是因為後期我接到竹科聯華電子通知我去錄取了，我就很快又過去那邊去當工程師。但當然啦，我哋而家節目都係透過一啲位喜恩的小物品來認識，咁我哋都事不宜遲哈，像我哋的小助理本我哋提供喜恩帶來嘅，我哋可以，一定要的哦，攝影機。對，其實今日喜恩來到嘅時間，帶嘢非常多東西，我都每講。伊帶一度嘅一個翕相機，伊講5台啊，精彩就5台，啊一台有乜嘅貼片，在你的眾多，你總共加放落一多台翕相機啊？7台相機哦，超過10台，哇，不同的機型，然後不同的用途，那這一台是最怎麼樣的？最近剛買的啦，最近剛買的。還有就是說，算也是它的價格也算是很貴的。哦，一台多少錢？10萬，趕快放着，我好擔心。但我職業用機還有更貴的啦。哦，可是這個不是你的職業用機。哦，那個這一台是我想說。我看櫻桃小丸子那個小玉的爸爸都拿着徕卡相機來拍小孩子的成長嘛，那其實這是我最近想說我也試試看買一台好相機來幫家人做記錄，那當然是借口給自己一個借口啦，什麼相機都可以拍哈，那只是說我想試試看玩看來就是有告訴自己說這相機很貴哦，要好好利用哦，好好拍哦。當成時哦，唔想講我會買一台許好嘅翕相機，唔係講我會拿去翕客人用嘅，係會翕自家人用嘅，蠻有趣的。唔講我就最後覺得，當然漸漸年紀越來越大，我還是覺得身邊的人、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對。那工作當然我也是用很好的相機器材來幫我的客人拍。但是我回過頭來，我是不是幫家人拍的時候，我也可以很享受一下好的一台相機來去經營我自己的興趣，幫家人拍好的照片，這樣子。咁最近我變係工程師轉行，因為要中間有掙扎吼。如啦，唔講我當時喺香港，我小孩快2歲了，我當時就想說，我請個育嬰假，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陪小孩，好，因為之前工作也很忙，好，那忙可能我平常要工作啊，假日可能又會去接點案子，好，那似乎這個接案的量，好，也收入也可以 cover 我平常的一個家裡的開支，後來就想說，那我是不是來投入攝影，變成是把我自己的興趣變成一個職業，就這樣子。你開始接案啊，就係幫人嘅婚紗哈。我一開始係幫人家拍婚禮。婚禮的記錄啊。對。然後後來真的變成專職嘅攝影師，一開始就係以婚紗照為主啊呢。專職攝影師該兩時咩拍最多還是婚禮。婚紗算是後來。專職幾年後才開始有那個風氣，慢慢的變成人家講自助婚紗。不然以前都是還是跑婚紗店去拍婚紗。對。你感覺安尼做攝影師咩一多年了呀？
真正转职差不多有10几年了，有10几年。对对对。啊，破给安斗，当然你帮人家拍，我觉得这样子的摄影师很棒的，就是你们都参与到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你做摄影师刚不清火威哈。其实我觉得最快乐是什么？我觉得最快乐，我还是讲说，其实我最快乐是来自于说，我原本对美的这个艺术的东西喜好，那我现在我在从事的工作也还是做这一块。那我当我拍到一个好照片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开心的。那当然我不讲说，其实我还可以顺便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去做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子。都一直在接触美的事物啊。对对对对对。几好呢？刚才能过来看天一方喜安带来的囤衣柜馆还那物品还嘛给。哎呦，哇哦，这个放不进箱子。对对对。呀，我要拿过来。好，哇，这个很多的。还钢笔哈，各种笔，有些是钢笔，有些是铅笔，然后各种蛮多的笔，然后各种的笔记本，对对对，这感觉都有年份咯。有些是比较新的东西。我可以翻给大家看吗？是可以看的吗？但记得都很琐碎的东西。我看有记的，然后也有画的。对。所以你是真的，你是从小就规划图会给种哈？嘿。好，晚上就规划吧。嘿。刚刚你那个文具控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应该是我有记忆以来，应该我从小就是对这个文具的东西是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对笔啊纸是很有感情的。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很重视？应该是国小1年级我就在重视这个东西。1年级？对。1年级要怎么重视？不是就是发下来，拿个笔，拿个纸乱了一下有班的小时候的作业本，没都有绿色格子嘛，印那个。那以前我们都会就那个国小作业本一格一格的。那我小时候就会去留意我的作业本的里面的格子印刷的会不会晕开，然后颜色漂不漂亮，然后还有它的纸张会不会粗粗的，还是说摸起来手感好不好，我就会留意到这些东西。所以我每次到学校我都会探听说，谁又买新的一个作业本，看一下，很漂亮，我就问他在哪里买，然后我就想尽办法，也去买一本。所以我家里当时就累积很多只写了几页的那种作业本，但是又不敢让爸妈知道。你下爱感觉不好，手感不好，摩擦的那种系数不合格就会想要换。磨跳退啦，就放家里囤着，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势必要销毁证据嘛，就会丢到我家附近的河边。有一次就东窗事发，被爸妈发现，就被揍得很惨。一定要揍的呢，因为对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只有感觉弄黑钱。对。不过对你没，质感不对。对。印刷不对，颜色不对，各种不对，就会挑剔。刚刚你对这些笔啊，下都字红的感觉很在意，那对你写出来的字很在意吗？我也很在意啊。那你字应该很漂亮。算是对啊。对，我刚刚有稍微偷翻，我觉得字蛮漂亮。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写字受我爸影响，我爸的那个硬笔、钢笔字写得很漂亮。然后以前小时候，我们不是都要家长签名吗？有时候成绩不好就自己模仿爸妈签到最后还蛮出名的，连隔壁班的小朋友都请我签，所以我以前都会代理签。对，但是就老师也认不出，因为其实特别练。对，因为我就很执着，说那要怎么转折还会转得漂亮？都顶都喊黑，虽然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转成3C，喊黑我也归好想。我还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写的时候，就会让我心沉淀下来。所以现在还是会。
所以这毛病应该一直到走以前，应该都会一直保持。以前是爸妈不允许，对，不允许我太浪费。现在没有人管得了，而且这也没有不是很花钱的一个嗜好。这个一定不是全部，当然不是。卢卡还有这个的几倍，很多很多，而且我对本子如果一喜欢，有可能一次就是买很多。哦，我囤货，可能卢卡你真的可以开店的吧？我在想，我一直也有想说开这种文具店，但是是比较有质感、精致一点的。对，就很可以懂好啊。对，我有时候去不同的城市有看到那成品啊，或者鸟屋书店，我也可能会进去里面，就是在看人家的笔记本。我说后来他也有发现，你从很小其实对这种美的事物、讲的东西，对，就会很注意。对。哦，包括大自然吗？还是你其实很注意这种绘画啊，这种笔记啊，那种还是各种？你敢不？我觉得这种书写的这个美，是我觉得我从小，所以我从识字以来开始，我就对这个是非常在意。那对那个大自然观察的美，其实我应该是说，在开始学摄影之后，我才开始又更深入的去看每一个万物的一个美的一个项目，然后包含我自己念的也是。跟建筑有点相关嘛。那我的指导老师他也是做古迹修复的，所以我对这些老旧的东西是特别有感情。对，还有就是说环境这些事情。那我以前在乡下长大，当然我对这些东西就本身是会很喜欢。对，很喜欢自然的东西。对你要种规划观察讲的东西，如果好讲的东西给你。你的眼中，台湾很丑吗？台湾，我说真的不会很丑。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之前就到不同国家去拍摄，那我一直觉得，当然，他们的风景名胜有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讲，我有时候，我之前曾经也开罗马公路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乡下跟人家的没有开发观光区的乡下也长得几乎都一样啊。对啊，像去东南亚这些，也都是这些景象。对。那我是觉得以前是很喜欢跑不同国家去见识风土人情，但是像最近我们去一些国家，我开始反倒比较喜欢他们人文一点、自然一点的东西。我相信大家听到也如果感觉，也個眼望時嘅眼光都係很用呢。故說我哋先聊一下，試一下茶，我哋等下呢，錄來對你嘅作品。好，来看你摄影的哲学。好，试一下茶。那因为它当时下过雨，它湖水是很平静的，好，所以就刚好有一个导引效果。对，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啦，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嘅係亞邊家黃世恩、時恩嗬。頭多時恩講到做嘛，給我對足球嘅工程師嗬轉行。你這個轉行轉很大，不過又成績非常好。人哋今日看到也幾多路係伊嘅得獎嘅作品，還有獎杯，那一定都是少部分的，對不對？真的是得很多獎哦，人哋。對於你嘅一開始，因為看到這些獎杯啊，覺得最特別其實是這個有點復古的，對不對？哦，那其實是以前我一開始在學攝影的時候，就去參加一些簡簡單單的一些國內的一些比賽。我是那時候很想要證明自己的程度到底在哪裡，所以當時的比賽初期就是以國內的一些攝影學會啊，或者是不同單位辦的。也都係中國攝影學會嘅全國攝影比賽。一開始係國內嘅，裡面都係硬幣都國外去嘅，喺國外拿到非常多大獎。啊，有一啲個貼喺路係一個 Canon 嘅馬拉松。哦，該係有一家 Canon 在台灣辦的第一屆攝影馬拉松。馬拉松係乜嘅意思？攝影馬拉松就是一天，沒記錯應該是12個小時之內都一直在拍照。
哦他会给你不同的题目让你去挑战。哦，一关一关。对，他会破题，然后叫你去拍，拍回来作品缴回来，然后到时候再拿下个题目这样子。哦，啊，刚哈迄你还记得出的迄嘛个题目吗？我记得有一个题目叫做秋天，秋。哦，嘿，哦，题目真的忘了。哦，但是他就会给你一个 range 很大，然后看你们如何在这个时间内阿比带哈，我做出最有创意。而且它限定范围好像是台北市的范围内去拍，他就叫你。会指定地区叫你过去那边拍，拍完照回来再拿下一道题目。哦，对，哦，时间内要完成。嗯，对。啊，你刚哈算迄台嘅奖，吼，刚哈得到那个，哦。那时候其实算国内办的最大的奖，光是奖品跟奖金加起来都快要20万。现金，对对对，啊，刚哈你还在工程师吗？还是已经？哦，那时候还在竹科当工程师。哎呦，哇，刚哈难怪你得到安泰种就会靠天这个走的，吼。也是，但是我知道得奖就是一时的啦，对啊，只是说，那时候不太敢讲，对，因为我怕讲出来，老板就觉得我不务正业。对，所以很低调。低调的拿大奖安尼。对。啊，後來藝上嗰當年我有印象都係喜恩也嘅吼，也睇應該說係睇中得到也嘅獎嘅作品。吼，啊，我講一下嘅也是這個經驗冇。嗰兩時係我哋去花蓮雲山水拍，好。其實當天東部嘛，東部以前如果沒有留意的話，都以為會有夕陽，對不對？好，其實沒有哦。東部，我們台灣東部是沒有夕陽的哦，西邊才有夕陽，潮汐。那其實當天就是有下過雨啊。拍到最後，那我們就是努力要拍到最後一刻嘛。那拍完之前其實都我們努力拍。好，就是下雨要加快时间，但是后面差不多要收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地方似乎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像海边那种椰子树垂到海边的那种热带的 feel。好，所以我当时就心里一直想说，我很想要拍一点这种感觉的照片。那当时我把我原本设想要拍的拍完之后，我就跟那个新人说，我们来试试看，来拍一张，到那边去拍。那其实它离我们停车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它要经过一个桥，它在一个湖的，算是一个中央的一个小岛。好，他要过去对面拍。那我就说，我们来试试看。然后我就请我的助理带着他们过去，好，跟我就是隔着一个湖的那个距离。好，那我当时就是想说，我也没想到会这么漂亮。我当时就是用夜间很暗嘛，我就想办法就是用闪光灯来拍照。好，那因为它当时下过雨，它湖水是很平静的。好，所以就刚好有一个导引效果。对，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啦，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但是也是说，你有想的东西，坚持到底。对，就是老天爷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这样子。迄样牛体上俺人都係，虽然俺人时常看到，夜晚时你可以个体给光圈要多大多小，然后我好像很多技术可以决定，可是好像也不见得。因为个老天爷会不买个东西，其实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对，那当然就是新人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去尝试，那包含我自己的当时的助手，他也协助我去完成这个画面。对，还有其他，你得过好多次奖哦，吼。特拜比较喜欢去比赛，就想说让。国外人也知道，在台湾其实也有很棒的摄影实力。对，就想要证明一下。咁其他喏，咩同人嚟講一下，
伊的那故事。像该种黑买的都旧金山去翕的，那后面的背景就是旧金山大桥这样子。对对对。啊，迄都讲黑没有有嘅那个 sense 要更强，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事先看景。以前会没那么方便啦，当然只能想象，所以我们就到现场，提前到，然后抓个时间去看场、看景，那就是你对环境的应变能力要很强。但现在就简单一点了 ，Google Map 找一下就知道当地是什么样的状况。对，所以现在会比较简单一点。甲像旧金山亚种啊，你去下讲无讲，以对应来讲，去拍迄嘛个，你翕到嘛个，你感觉安尼动作么，爱有做到安尼。其实真正难的是我们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啦。好，第一就是说，像在那个点，我们有时候到一个环境，我们确实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拍出来的景点会最漂亮，的那个照片会最漂亮。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找到一个好的点，就像钓鱼的人找到一个好的钓点，他会觉得也有一个成就感。那对我来说，找到一个好的构图点也是很棒。然后还有当然包含，当时我们在拍，其实我们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摄影手法，就是慢速快门。但是在那环境中，我们又没办法说在器材完全很充足的状况下去完成。当然，这就是要靠技术，自己的个人技术去克服。那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对。还有那会两种也是差别很大哈，有给提罗浮宫头前。这一张照片其实是对罗浮宫那边去拍的。那我们用上的就是就是都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个摄影手法在里面。那像这个就用上了一个导引的效果。那很多人都以为那是罗浮宫前面的水池去拍导引，其实它并不是。它其实是利用我们夜间，反而就是水池旁边的座椅大理石面被做到发亮了，我反而用它来当一个镜面反射。好，所以这个是在我公开之前以前是没有人是用这种构图来拍摄。那当然这张照片后来有得奖，我其实很开心，因为我们新人其实也把这个当成他结婚当天的一个现场的婚礼背板，做大型的大图输出这样子。就感觉红人演如果想讲，会不会遇到你感觉也个鬼火啊？你估新人他们不喜欢，会遇过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有。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拍就会多拍一点。我们一次的拍摄，当然有些作品是我自己很喜欢，但是新人不一定会喜欢。所以我们在照片多拍的状况下，那新人选择他喜欢的去做婚礼输出相片这个部分。那像我有时候我去参加比赛的，就不一定是新人喜欢的，因为那是我心中我喜欢的，我想要做的创作。好像有些画面，举例人不一定很大。对。那这是我对一个环境场景的一个记录，还包含当时我的一些心境，或者是给新人的一个祝福。好，但是新人觉得他修图可能人小小的，他不一定会是他想要放在相。有些人想要他很清楚。对，但是基本上我们一个合格摄影师应该都是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优先。好，所以基本上脸大的人物的表情清楚的，我们一定都会拍，不然一定会出事的嘛。满足他需求之后，我们例如说在有10%到20%的一个 range 是自己去加上自己的创作。对。所以其实你中间都还可以抓得蛮平衡的，就我同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还又可以有空间创作。对。其实一旦牵扯到商业的这种行为，就比较没有办法说像艺术家你完全去依照自己喜好去自由发挥，比较没有办法这样。不过刚刚还有你就还是会留那个空间，本这个我可以发挥一下高坤啊，说不定新人也会喜欢。是，对，就自己要去多尝试。好，试下场嘅咧，go等下繼續嚟打再鼓。好，先問。
我觉得渐渐的，我想要做回我自己，然后拍我想拍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不要看到比赛我就感觉一定要不去拿个奖好像不太行。这就是我从小成长到大的一个故乡嘛。其实这个地方，我会觉得有时候，包含我父母现在也常常会回到这边来做一些种菜，所以我觉得这边充满了很多回忆。那我觉得像这边的那个小溪流就是水圳，我从小到大都在这边抓鱼抓虾这样子，就是放学回来就沿着这边这样走，然后还会这样子，很像快跌倒训练平衡。然后曾经有一次就是像我背书包嘛，背书包，那我那时候就很懒得把书包放下来，我就因为要下去抓鱼嘛，我就把书包放在岸边，然后抓鱼抓得太认真了，结果书包掉下来，结果我整个人栽下去，结果我喝水喝很饱，结果那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所有的书全部泡水，但是我还回家不敢跟我爸妈讲说我是因为贪玩抓鱼栽下去。我还故意讲说是因为我不小心失去平衡掉在水里，其实是因为自己太爱玩了，整个水全部都回家都在晾书，对，全湿这样子，就自己想起来都很好笑。其实包含我们以前从小到大都是在泥土打滚长大的，其实现在的小孩我觉得太过于保护了，对，怕脏，然后或者是说怕他去探索。去触碰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以前我童年很多有趣的事情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对，一个算三合院。我爸这一房是在住这边的，对，所以我们以前从小到大都是住这一间这样长大，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我们都是钻在这底下那边玩的。小时候我都会跟邻居同样年龄的小朋友，我们都会共同聚在这边，然后在这底下在供桌下钻来钻去在玩，对，或者是说在这边玩捉迷藏啊，或者是说玩什么以前就是玩什么红绿灯这样子，大家都是在这边玩，就是拥有很多回忆在这边。小时候就会在这边抓蝉啊，然后都会一直往上看树干还有没有别的蝉。但是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视角，就是看看这棵树好大一棵这样子。对啊，就是很怀念。以前这边是双生两株往上，现在目前只剩下一边有。谁来做客慢言来了，头都時間帶大家去到唔嘅用梅老母嘅片吼，帶大家去老啊安尼。而家帶比如其實離老家咩去群吼，唔會當然啊。行喺帶到用梅，你睇用梅睇。萬世嘅係用嚟嘅環境啊，用梅就是很純的客家莊呢吼。對。那我爸爸還有那個祖父以前都是務農的，對，所以我們老家在那邊，現在目前都還有在耕田。對。其實你家公司的規模算大呢，冇咁大啦。因為你們有一多的攝影師啊。應該是說我們有不同的一個成員，負責的項目不同，有些是例如說是助手，有些是客服，有些是協助做行銷，不同的。那我們目前公司的團隊大概30幾個人。對，沒算，其實規模不小呢。就慢慢的
成长这样子。哦，啊，愈大家更加有些把转，像俺哋更加看到愈迄有的位迄像本学生人的耶，现在很流行嘛，吼，都生人的，大家因为因波比啊，吼，用的就会想会留下很好的记录。可是我觉得韩国 T 拍的迄，其实七架没有比生人的 hip 呢。这是10年，而且有你哦。这我大儿子以前在第一胎嘛，总是觉得对，想要帮他好好的留下记录。那曾经有一整年。每天我都帮我小孩，我自己的大儿子都帮他拍，至少拍一张照片，一整年，每天都拍。365就真的是365对。哦，几好嘅记录哈，就变你自己也给。其实小孩就成长就这么一次嘛，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都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记录，这样子，对。刚刚你转职的时间，刚刚是问爸爸妈妈嘛，那你的应该不用了，他都完全支持。我老婆其实是很赞同的啦，对，因为她其实确实，因为我自己是还算是很谨慎的一个人，但是我老婆可能她在旁边旁观者清嘛，她就觉得其实我原本自己的业务本身应该都接得不错了，案子就接得蛮不错了，对，其实她更赞成我早点出来当正职摄影师。对，你回是给听会 hip 的时间，董演刚开始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无所谓引起比赛啊，后来差不多都2018，如果枪枪如感觉我冇想要安尼，不用证明自己了，你可以讲多一些安尼的心境的转变吗？其实我渐渐不去参加一些比赛，是因为我当时有想说，例如说有一个国际摄影平台 WPPI 那一个平台，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是我想要达到一个大师资格。那大师资格它是需要不断的有一个持续累积得奖的一个积分，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头衔。好的，那后来我就有拿到这个头衔之后，我觉得就算是我自己当时定的一个小目标已经达到了，我就觉得也不必要一直再去一直去为了比赛而比赛，为了得奖而比赛这样。我觉得开始就是说回归到就是把心思放在团队一起成长更重要。对啊，以前顾好几家就好的嘛，更加爱顾几个团队。你刚刚讲这个转变啊，挺困难还蛮给。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我觉得你要自己去转变，说，从一直在台面上，你要开始走向，开始要归于平淡。有些时候你是不一定，有些人不一定放得开，他很喜欢在风头上，受很多人注意。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也是在跟自己想说，说服自己，我觉得摄影师也是类似有赏味期，你知道吗？我不希望是说，我一直想要让自己感觉很红，然后很努力维持。但是事实上，如果是说你的风格或者是你的拍摄的题材已经不是受人家那么喜爱的时候，那你还要一直那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吗？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是可适时的去退居幕后是一个蛮好的，因为我不希望老实说一直维持在那个台面上让大家去看你去认同你，我觉得也很累的一件事。对，我觉得渐渐的我想要做回我自己，然后拍我想拍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不要看到比赛我就感觉一定要不去拿个奖好像不太行的。然后过后期就是因为摄影师还係有幾太創作的部分嘛，對於審美的這種看法，他是怎麼可以訓練的嗎？就是一個攝影師，你剛剛講，以國聰拍得沒那麼好，你要用什麼方式讓他是可以進步？我覺得攝影師其實有時候，當然
我不敢保证说一定都是这样，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是很有创造力，但大部分人，包含可能我自己都也可能是大部分算是也是很平凡的一个摄影师。平凡摄影师，我觉得他如果是要让他作品再好一点，我觉得他脑袋的记忆的资料库要蛮多的，也就是说，他可能要常常去看人家好作品、好东西，他会知道，原来要到这种程度才叫好。不然他只会说，我这样努力，觉得自己看起来觉得，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就像我们自己看自己的小孩，好像都觉得很可爱，自己的作品都觉得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曾经看过人家更优秀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离真正最棒的那个 level 还差了一个等级，还差一些距离，好，你才会有自己去想说，我再去突破，或者是说我看到一个我要拍的一个题材的时候，你脑袋曾经有看过别人拍的这样子，你至少好歹去模仿的过程中，或许你就有机会去拍一些跟你原本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新的创作。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从模仿开始，慢慢学习才会去创作新的东西。先掌握住你看到去学习的部分，再去突破有没有新的可能。哦，顾硕，你刚刚你初期一直得奖，不是你天才型？我觉得我不是天才型啊，我也是看了很多很棒的其他在国际已经很有成就的摄影师的作品，好，然后我自己才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拍摄的方式。先一款轨道好诶，对，就慢慢可以找到。对，最少我要像谁？是慢慢请出去搞个路案。对，你看我过从用台其他的领域也是通的。对，我非常了解，我做的事情都在慢人做过嘛嘅。对，好的东西嘛嘅。甚至也可以说，如果可以的话，自己也去自己花点时间，或者是缴点学费去学。像我们曾经花最贵的一次，甚至我们跑到意大利去上课。对，那就是一些国际大师在那边办的课程。我们特地几个摄影师朋友，我们一起飞过去学。好，所以我觉得自己有没有那种决心，投入是很重要的。对，而且这东西其实都是日积月累的，不会说因为你看了几张好作品，你的东西就提升了，一定都是日积月累的成果内化成自己的一个看东西的想法，你才有办法去提升。对。好，刚聊一下，等一下俺来俄罗斯西恩熊羊嘅米西，我那生黑马嘅，好，刚刚来聊一下，好。是我的宝贝，睡觉前要跟他沟通一下，摸摸他。你会跟相机讲话吗？不会啦，只把玩一下。谁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做了嘅係亞邊家王世恩喜恩，我哋一個部分最尾1%，就來說喜恩反啱嘅米西，我哋請小助理問本我哋看下係乜嘅？也係洋班嘞？湯圓哦。你不是楊梅人嗎？楊梅人呢？有梅人有這樣種，這是我們南部嘅我哋講太了洋班嘞。高肉的那種，你有吃這種？你小時候有吃這種？小時候食的唔係呢種係細隻就紅白的嗰種，沒有包料的。蔥嘛，所以我們誤會了啦。但現在這種也很流行啊。不過你小時候冇吃過？冇。長大有吃過？長大後才吃過。剛以前吃過那看。我最懷念就是這個韭菜這樣子湯，對。所以懷念的是喜恩，懷念的是這個湯，我才是這個湯圓。我很久沒吃這個了呢。好吃。哪個有冇吃嘞？好懷念。我覺得這個湯才是客家人的味道。對，重點是湯。對，就是湯。你們喜恩公呢小時候吃的小顆的，然後紅白的，對，煮鹹的，那第一白鐵台北市豆，嚇傻。怎麼說？我看到紅白湯圓旁邊飄香菇。對啊，
那我最喜欢吃香菇哎，哇，哎，第一摆看到真的很震撼哎，很澎湃，还有那个虾米，嘿啊，还有芹菜，芹菜，对，芹菜，然后韭菜，嘿，对。刚刚为什么你会选我们这个误会了啦哈？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很喜欢的那个咸汤圆，昨晚我选给那个对你怀念是来自哪里？我觉得就是这个怀念，就是我会让我想起我奶奶啊，对，她已经离开了，但是以前我们小时候这样逢年过节就会有汤圆，我奶奶就会搓汤圆。但那搓汤圆，因为我们以前是大家庭，所以很多只要那时候家里谁有空谁有在，就会全部被叫过去一起搓汤圆。哦，对。那我们以前搓汤圆，我们小朋友会过去玩啊，也会这样子一直在搓，觉得很好玩。然后就会拿一个大竹篓，然后满满都是汤圆，有红的有白的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真的会是很好的回忆耶。对对对，那当然后期我们就父亲这一辈就开始就已经分家这样子，但是我脑袋中很怀念还是以前大家庭的那种很快乐的时光。对对对。哎，姑嫂很黑酸大家庭长大哎。对对对。哦，这些时间就是亲戚都住在附近。对对对。大家庭长大还蛮该干不搞吧？大家庭长大哦，当然就是说人家大家庭还是有很多的，就会家务事啊，家务事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很热闹的，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务农的嘛，那很多时候都喜欢大家一起做事，大家一起做，我觉得那种感觉还蛮好的。对。然后当然还包含就是说，亲戚间大家的感情是很热络的，不会像现在其实怎么样就是自己小家庭。那有时候因为像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是很重要的啦，对，而不是说自己一个家庭，有时候确实就像我现在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嘛。那如果是说还大家庭还可以找叔叔伯伯或者是其他的堂兄堂弟妹这样子去聊聊天，这样子其实是蛮不错的。对。啊，你琼 C 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嘛？刚刚听到处女座啦，好有龟毛的感觉。有吗？你有？我觉得我是要求很高的。像我以前念书，我基本上几乎都全勤。哦。对。全勤又要成绩好，给中吗？成绩好，我是没有一直要求，我是没有一直看着自己说一定要成绩多好。但是我觉得，我想把我念的东西搞懂。对，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就是我花很多心思，就是很专心的在功课上。那我觉得成绩好，可能就顺理成章了，就水到渠成，就比较好一点。对。不过迄类似，唔係類似，你講我考好，迄捱一件事情，然後把它搞懂。對。我要把它做好。對。啊，有按你想誒，如何考好誒？對。哦，古總，你對於攝影有興趣，你也是，你會想要把它搞懂。對。因為是按來嘅時間，俺哋前6樣前，一路硬提供器材，然後我就是放空吼，俺他們說，啊，一路講啊，俺。因為帶5台翕相機，我想說，哎呀，你儂安心沒有？我們只需要1台，他就帶了5台，然後喜恩喊工，你床邊，大概就有4台相機。哦，對啊。然後亞穎有本海寬呢，我覺得你很有趣，他給我看他丑安布翕杯是自己床這樣看上去的燈，哎，就是你會真的，它就是你的興趣。對啊，你隨時。就係人係看 reels 短片，影咩一路係拿翕相機影片，所以它不只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就是。我就覺得拍照很舒壓，對，或者是說我某些。它變你的工作了，還是舒壓的？哦，還是舒壓。我只是分成要給客戶的，還是說是給客戶交代，還是說對我自己交代的？你從來沒有覺得我拍膩了嗎？不會。沒有。對，
我还一直在想说，我退休后我还要当一个老师傅，还是在帮人家拍照，但是这个就不一定是要是收费的这种部分。哎，那安吉猫啊吼，啊，过去路喺外头都看到，比如讲你会拍猫，对，翕录卡嘅猫诶，嘿，声音呢，嘿。天赋。那个只是按快门，觉得好像不拍个照睡不着一样。啊，真的，所以你睡前都一定还是要按快门，多多少少，哎，啊，无论翕嘛嘅呢，外国都讲太实际呗，一定是要有一个，哦，真的是某个景我才要拍，你不是，那天闽床红我也要拍，我看了我可以拍到什么，我就是要拍，嘿，也还两冇上过的呢。就是真的要很热爱，对。他同时黑你给投入，没黑你给兴趣，对，或者我觉得他是我的宝贝，睡觉前要跟他沟通一下，摸摸他。你会跟相机讲话吗？不会啦，哦，只把玩一下。像头都讲，就算老的退休的，还会爱翕相。嘿。所以听起来你好像眼神一眼蛮呢，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做的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对。你没有任何其他，就是很多人会想象嘛，哈，可能哈尼百未来想要做什么，退休的想要做嘛，你没有？我没有，我还是觉得，只是说以后可能会变得更随心所欲的，到某些地方可能 long stay 去。为了拍照而拍照，对，去拍点漂亮的作品。现在变成说家里还有小孩嘛，可能还是常常变成很多时候还是要有一些羁绊。那之后可能就更随心所欲的游山玩水这样子去拍摄。哦，对。可是我人家熊熊啊，那个转业真的就是真的转对了哈。那个就是你人生最想做的事。对。当初知道吗？这是你人生最想做的事。我当时一直以为我会靠笔纸成为一个插画家或什么。哦。对。但所以我的人生跟我的喜好很有关系。你看那个笔纸文具控，我就一直觉得是会画点变成一个画家或什么。但现在变成，我觉得可能画太慢了吧，所以后期我就觉得我。用摄影这个部分是我目前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哦，很棒哎。虽然你现在有点说退居幕后，可是还是很期待，就会你还会演嘛？还会过其他继续看到很好的作品，还有你嘅团队。祝福喜恩。谢谢。多谢。你吃这个习惯吗？我吃的习惯啊，我现在你可以把它吃完哦。我现在也还是会常吃，有时候还是会吃大汤圆。还是会吗？对，我大汤圆、小汤圆都会吃。很多北部人跟我说